有啲嘢總會喺你防不勝防嘅時候出現喺你生命裏面，為你帶嚟痛苦，為你帶嚟折磨，為你帶嚟絕望。係人見到佢都聞風喪膽，以為佢就係死神。其實佢只不過有個唔好聽嘅名，叫做癌症。如果你願意望真啲，佢同你一齊行過嘅路，你會見到忍耐，見到堅毅，見到有愛，見到親情，見到鬥志迸發出嚟嘅花火，見到你前所未見嘅風景。佢嚟只係為你遞上一份生命嘅試卷。生命待續，患癌不是大結局。